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撒母耳上卷第9章第27节到第10章的第8节，加勒太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接纳。接纳会当讲是基督信仰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接纳其实是双向的，就好像亲像咱咧讲誓约，也是讲呼召的回应同款。用基督教的信仰来看，咱咧讲彼此接纳，也是讲彼此相疼。当初时福音是要予犹太人的。但是犹太教却安尼无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事实，所以因就无接纳，就排斥陷害耶稣基督，伊上十字架受到酷刑。因为因无愿意接纳，所以有法利赛主义的人就伫当初时，咱知影迄个扫罗，伊就迫害教会。迫害基督徒，也做正司提反受到酷刑来殉道。就算是保罗伊落尾正做外邦福音的使徒的时阵，犹太人依然无愿意接受到世界来对保罗伫遐乌白甲伊控告，到处作乱。甚至后来陷害保罗，使得保罗必须要接受审判，最后去到伫罗马受审判。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因彼此呢无接纳，所以因分党结派，因无愿意伫迄个信仰的内面去实践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个彼此相疼。因为安尼，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间安尼甲因提醒，咱现在所知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嘛有限，等迄个完全的若到，这个有限的就要归伫无啊。偌侪囡仔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，心思亲像囡仔，意念亲像囡仔。既然做成人，就甲囡仔的事气杀。如今亲像对镜在看，无明。到迄个时阵，就爱长头对面啊！我如今所知是有限，迄个时阵就拢总知影。亲像主知我一样。如今尚存的有信、有梦、有听这三项。其中最大的是听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9节到第13节的记载。听就是接纳。上帝差遣撒母耳去高抹扫罗，接纳伊成做家己的仆人。圣经撒母耳上卷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记载。撒母耳摕到一瓣羊羔，倒伫扫罗的头壳顶，甲伊斟喙讲：这毋是耶和华膏抹你做伊产业的君吗？你今仔日甲我离别的时阵，伫便雅悯的境内的射杀瓦郡拉结的梦，拄着2个人，因会对你讲。你去找的迄几只驴仔已经找着，现在你的老爸无为着你来挂心，颠倒为着你来担忧，讲我的囝怎样才好呢？你着对遐来往前行，到伫他壁的树遐，要拄着3个往逼着你去拜上帝的人。一个带着3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3个饼，一个带着一个皮袋仔酒，
因会问你安，互你2个饼，你就对因的手中接过来，然后你就去到上帝的山，伫遐要有非利士人的防兵。你到伫城的时阵，也要拄到一班的先知对驱弹落来。头前有弄鼓的、蓝色的、分达仔的、弹琴的，伊拢会受感动来讲话。耶和华的神要大大来感动你，你就甲因同款受感动讲话。你要变成做新的人，这个条头要临到你，你就会通趁时来做，因为上帝甲你同在。你当我以前到伫结甲，我也要去到遐来献烧祭甲平安祭。你当爱听候7日，等我到遐，只是你着行的事。上帝接纳扫罗，并且赏赐圣神甲伊的同在，也透过撒母耳的指示，互伊知应该爱行的事。但是重点是安尼啊，扫罗必须嘛也着爱接纳上帝透过撒母耳甲伊讲的旨意，愿意接受指示，愿意遵趁上帝的旨意。咱看见保罗伫拄开始宣教的时阵，伊并无受到接纳。咱看见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经文的记载，使徒头起先无接纳伊，是因为惊伊。圣经讲，扫罗到伫耶路撒冷，想要甲门徒来交朋友，因却拢真惊伊，毋信伊是门徒。只有巴拿巴接待伊，带伊去见使徒，将伊伫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来伊讲话。伊搁伫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大胆伫遐传福音，拢讲出来。就安尼，扫罗伫耶路撒冷甲门徒出入来往。奉主的名来放胆传道，并且讲希腊话，犹太人讲论来辩驳。因的想法却是想要杀伊。兄弟知影就送伊落该撒利亚，打发伊去大数。迄个时阵，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逐所在的教会拢得到平安，就被建立。凡事敬畏主，得到圣神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加。保罗是伫巴拿巴的见证、保证甲推荐的下面，才受到使徒团体所接纳。这个是伫使徒行传所记载的，甲记载伫加勒太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的情形非常的类似，这也是保罗伫宣教侪年了后，搁一届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也好那亲像伫使徒行传15章，咱所看见第1届耶路撒冷大会所讨论的主题同款。即摆是咧讲到外邦宣教的时间被接纳。圣经讲，过了14年，我甲巴拿巴又搁上耶路撒冷去，并且带着提多去。我奉启示上去的，我将我伫外邦人中间所传福音，对兄弟来讲明，却是伫后壁面讲对遐有名望的人讲的，惊我现在。也是进前的枉然奔跑，但是跟我同期的提多，虽然是希腊人，也无勉强伊来受割礼，因为有偷着引进的假兄弟，私底下来探阮伫基督耶稣内底的自由，要叫阮做奴仆。
阮就是一声功夫也袂通用阮来顺服因。为着要叫福音的真理要存伫恁的中间，伫到遐有名望，无论伊是甚物款的人，拢甲我无关。上帝要用外貌来处人，遐有名望的人，并无加添我啥物。反倒当看见主托我传福音，互遐未受割礼的人，就亲像托彼得传福音，互遐会受割礼的人共款。迄个感动彼得的，叫伊为受割礼的人来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叫我做外邦的使徒。搁知所赏赐我的恩典，迄个称做教会调教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我甲巴拉巴用正手行交陪的礼，叫阮往外邦遐去，因往受割礼的人遐去，只是愿意阮纪念颂扬人，这也是我本来热心要去行的。接纳非犹太人基督徒，接纳送向的人，福音的路更较广阔，也正式回到伫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万民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所以接纳才是真正的福音。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我还得惊是啥物人？上帝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要惊啥物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绊倒失败。虽然大军阵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，互我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的厝内。伊会甲我放伫石板顶，互我的头举起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呼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感谢主赏赐阮恩典，互阮受到呼召，嘛求主互阮学习，会晓彼此接纳，亲像你接纳阮一样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